可以啦，可能是吧。我看淘宝哎，百足你打的，叫你帮我买。我看淘宝买我有两个在我。啊，这刚好在。有嘞，差不多这个。里面还有一个啊，我在里面还有一个啊，这是3年。他没有啊，他放在哪？哦，可能那个人冲了，他在国内。如果故意要跟着你跑，就是因为你来，我才有多一个朋友跑我在那里。这4个班跑我那边吗？跑我那边，不需要跑。我们不要讲多啊，30Good pass, good ball. Good tackle, good pass, good pass. Go.我要在那个做跑边打，每个人都放起来啊！那个关灯那边越斜，如果不要错，不然你想快点上来的时候，那个快点。你这个放起来了之后啊，这个是很讲究，只有哪里放，拜登强看他那边怎么打，他被塞进去3里上。在我前面我跳了啊，丢3里。我把他们讲打边，我要上去。这我要出来嘛，他已经射出去了。哇！他玩去3里了。我在这个公司，我旁边跑就好在他小车。我在他教完6点。我在后港，我
交完也是6点，晚上我们到不认要开车的话，我们也要6点半。开始啊！讲这个东西啊，我看他的那个，我看到是他的那个哪个，刚好那天早上看到那我就我想要做点training啊，然后他现在过来我的我现在是我急着不是，来，各位各。
哦，对。